观众朋友，大家好早，欢迎收看新历6月初6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楚欣。卫福部长陈时中昨去到嘉义带一枚参观济出名的景点，也真正因为1968这个 App 成立大受影响的文化路夜市啊，确实因为陈时中部长行较到，搁再现人丁。行出电动公车，受到嘉义民众热烈欢迎。卫福部长陈时中初5暗时去嘉义踅夜市，嘉义市长黄敏惠送一件联合天路球衫，要给阿中部长穿咧踅夜市。一切简单，松绑不松懈，防疫新生活，大家一起来。因为文化路夜市进前被交通部1968 App 显示是人潮热点，互生意受打击。即马上强业配王陈时中一来吸真侪人，将文化路夜市开甲10通通，真侪市民甲大官拢受前翕相签名。无到1公里长的夜市啊，原本15分钟就行完，因为民众先过热情，互陈时中放慢脚步踅夜市，超过半点钟才结束。初5下晡，陈时中展开2天1暝嘉义行程，下晡到高铁站，到组学生囡仔热情迎接。由嘉义县长王忠良陪伴参观原版的教堂，甲国强谈面，连续几礼拜为垦丁升甲台南，这礼拜访问嘉义，阿中部长不只是拼风景，也要带动地方经济。记者综合报道。金鹰山八港按7月15起行，但中央印制厂已经开始在印票券。为着避免三八港受人造假，所以经常公布票券的规格，会比照纸票来办理。中央印制厂真无闲，赶紧伫印进行3倍券。不过印制过程是真保密。伫下晡在行政院长苏贞昌视察之下，实体券最终版将有是公布啊。按纸票规格来印，有6碰，也有3条时钟的铺起来护背，7大红价的做法。国家振兴经济也有所期待，请总裁好好照顾全体员工，拜托大家把工作做好。进行3倍券7月15正式实施，希望刺激消费拼经济。不过电商被排除，虽然出现有可能转变，政府的计划采小规模来开放，避免大产业。不过业者认为，这阵电商早已经虚实整合，要全部分得清楚是真困难，也要看领域合作，包括物流、餐饮也是零售业。若是电商被排除，上游下游实体产业恐惊也会加加减减拢受到影响。因为它还有上游，比如说发货的问题，下游出货的问题，其实整个都是一个链在一起。电商并没有办法独立成一个产业，而且像现在政府在推动这个数位转型嘛，所以其实各行各业慢慢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当你这个终端产品有问题的时候，其实电商不可能获利的。进行3倍券前期税，也包括实体券袂收钱，因为上少是200块。对于物件拢是当先来介绍的大头来讲，无收钱，等于是这波的商机，因拢赚袂到。我们3包是50块，那这样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用我们家。那这一排的小吃差不多都是便宜的价钱啊。那如果200块不能找的话，可能会比较降低这边使用的意愿吧。因为实体券无收钱的争议，经济部官员讲，因为烦恼民众有投机的心理变现，不爱消费。不过讲袂强烈禁止，而消费者也袂使强迫点头找钱。强调目的是让民众使用方便，点头趁钱，创造双赢。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车剧团伫新北巴里的工作室半暝半火烧，现时导火原因调查当中。中车剧团伫新北巴里的工作室半暝半火烧，牵连2间工厂。上局接到通知，随派消防人员到地拍火，加载火势也无落来。目前导火原因各地调查，也抓风车剧团这边按算损失大约5000万，伊两面会出来甲大家说明。今仔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回来看卖。头先来看《自由时报》，美国甲中国伫金融这地继续对峙。Trump 签署备忘录，针对中概股无遵守伫美国上市的过价审计规范定60天的期限，来重新思考上市的资格，要求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提出报告，严格审查中概股。来看《苹果日报》，美国、英国、日本计共8个国家，佮有欧洲议会18位反中国的国会议员，
曾宣布成立联盟，希望推动民主国家采取对策应付中国。上尾是联合报台上地文亦感谢甲上海第三开发商任国良斗康，联手查大东公司的股价侥幸钱赚超过11亿。地文亦受检察官起诉了后，检察官团任国良审问真济摆拢无到案，曾检察官发布通知，时效37点半。来讲交通方面，台北、新北宣布按明仔载开始，民众在坐温日站的时，喙暗着挂，体温着崩，也伫车厢内底若通保持距离，民众的喙暗就通流落来。另外，代替高铁开放未食时，旅客中间若通离1公尺半，会使用餐免挂喙暗。台北车头的代替便当本铺，敢若一寡旅客来买。因应防疫，代替目前也是禁止伫咧车厢内底食物件。代替便当卖的量嘛，因为安尼降价要2成。因应6月初7开始的防疫新生活，代替的解禁，除了入站的时阵，也是爱挂喙暗甲磅体温。毋过伫咧列车顶悬开放来卖代替便当，旅客买当伫咧保持社交距离的状况之下来食物件。我们还是会请我们的乘务人员来加强巡视车厢。在旅客如果是隔壁座没有旅客，或者是隔壁旅座有佩戴口罩的时候，那是也是可以开放饮食的。疫情是有舒缓，理论上是 OK 啦，真的是比较方便了。台湾高铁已经伫咧6月初开始开放旅客伫咧车顶食物件，疫情了后促销的餐车、小饮料的服务，卖拄6月初7开放。指定车厝卖开始卖便当，高铁呼吁旅客、甲隔壁位的旅客伫咧保持社交距离的状况之下用餐。若是双北市的公车甲捷运，嘛做伙有条件放零。上公车的时候要戴口罩，进到捷运闸口要戴口罩。至于你进去之后，在车厢或站内，如果你旁边可以维持社交距离的时候，可以不戴口罩。还是锁着，如果没有办法保持社交距离，都要把口罩戴起来。尤其进到场站内，我们希望还是量体温，戴上口罩。台北捷运公司嘛宣布，拄6月初7礼拜开始，民众敢若需要伫咧入站的时阵，还佫有无法度保持1.5公尺社交距离的时阵，一定爱挂喙暗。台北市甲新北市嘛做伙确定，民众坐公车伫咧就车的时阵爱挂喙暗，就车了若是会当保持社交距离，就会当甲喙暗摕落来。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咱国内疫情也有点，不过伫国际疫病悠远在探，所伫边界也无通开放，袂当出国游览，会当坐飞机，阁会当算做外岛地区，等到成做咱国人优胜的第一选择。若饭店互人合格了，航空业者嘛表示会增加机抓来应变。已经第18年的澎湖花火节，今年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延到7月份来举办，拄好拄到防疫政策放零，佮加上进行3倍券的加持，写真侪民众来订。以澎湖机票加酒店的自由行举例，伫咧7月份拜6礼拜平均已经卖8成，真侪饭店拢满。暑假也是亲子旅游的旺季啦，然后也是玩水的季节，所以其实澎湖在今年暑假它的可玩性是相当的多，所以也吸引蛮多的民众，然后选择到澎湖旅游。那加上澎湖它也就是需要搭飞机嘛，所以也让民众有种类出国的概念。因应这波迄真久的离岛旅游潮，利营航空表示，国内线6月份会阁增加航班，还阁有放大机型，7月份嘛阁会进一步增加运力，预计提供50万的座位。华信航空嘛伫咧6月份到7月份增班甲放大机型，预计6月份到7月份，北向澎湖的航线都会增加超过8万的座位数量。7月份的时候，我们一天马公的班次会增加到38万。需求也是超过我们的想象，旅游的需求在第一阶段是蛮强劲的。因应国际油价落价，照民航局票价调整机制，国际航空业者伫咧6月30开始，会降价国内线的票价，其中以台北飞金门，降的幅度8%上济，民众休热出去佚佗，可会当省一寡钱。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的罢免案伫今仔日举行投票，投票数计共1823台，提醒乡亲伫投票日即天，唔通针对罢免活动有任何宣传的作为，避免违法。中选会表示，今仔日伫高雄市的罢免投票转票的时间按早起8点到下晡4点，投票人着早4分钟以内，阁有转票的通知单去指定的投票所转票。为着防疫，民众投票的时着挂喙暗、磅体温、消毒双手，排咧转票着维持距离。
咱台湾昨无增加武汉肺炎的病例，本土病例嘛已经连续54天无出现，疫情确实稳定。也国产的武汉肺炎抗体检验试剂，但食品药物管理署核准通过，业者会使生产。另外，国际记者来咱台湾转机之前，指挥中心表示，落线若通分开出入境的旅客，就会使根据航空公司的需要来讨论。国内初五同款是零确诊，目前解除隔离的人数已经有429个人。食药署核准头一件国产武汉肺炎抗体检验试剂，核准专案制作。只要伫咧抽血了后，甲血分离，佮甲血清血浆滴伫咧试剂顶悬，而且配专用的液体，短10分钟至15分钟就会有结果，准确率超过90%。即马开始业者会当家己量产。药证拿到了，那自然就会有一个名字了嘛。好，那我们 sales 不会是刻意就去公布说哪一家。国内为6月初7开始要解禁，嘛，互各界关心边境的管制，敢会开放转机的旅客。针对这点，指挥中心表示，因为转机袂入去到社区内底，只要甲出入境的旅客、甲转机的旅客路线分开，袂接触到，就会当根据航空公司的需要来做讨论。因为过去转机的旅客跟一般入境的旅客其实是混在一起的，好。那因未来长期或者是常态化之后，那我们先做这方面的准备。那等时机适当，那整个这个社区也都很稳定的安全等等，我们再做一些演绎。其实，伫过去防疫的这段时间，国内疫情捌真紧张过，其中佫有袂少群组感染的个案。要安怎有效来阻挡疫情？爱感谢的其实是制定伫咧幕后做疫调的防疫医师。因头一届伫咧记者会表示，伫这段期间调查上困难的，就是台湾头一个死亡的个案。当时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决定我们该做什么调查，然后也要跟家属做疫调。那在那个时光，因为家属又刚亲人过世，他的心情是非常不好的，又要这样子一直问他一些问题，其实我们也是心有不舍。目前国内拢总有27个防疫医师的团队，伫咧疫情期间，除了去武汉实地访查，嘛伫咧第一时间了解确诊的个案。防疫医师认为讲，除了各单位的协助，也有患者家属甲接触者，因为有因的配合，才会当成就台湾成功的防疫。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消息。美国一名非洲出身的男性和被陪护的警察压制到死，引起民众的怒火，发起抗争。到昨昨已经10天爆发未少冲突，不过嘛是有部分地区利用和平的方式表达诉求。也华盛顿政府这边已经决定解除宵禁。一个75岁老先生甲警方正面拄着，煞来互警察摔伫涂骹，伊懊恼出血，涉案警察已经互停职调查。老先生伤势严重送病院，不过情况已经稳定。州长古莫讲，警方应该做是维安临时施加暴力。弗洛伊德事件全美各地种族歧视抗议一直摊开。西雅图一座停车场，民众面趴在涂骹，双手放在后壁，敢若互绑起来，还是扣起来情形，为已经死亡的弗洛伊德讨一个正义。另外有民众想要越过警方的脚踏车防线，双方爆发冲突，周围示威者大声骂，这民众随即互警方带走。必要部分地区是采取和平示威，华府就是其中一个。对于初一起宵禁侪天了后，测试宣布解除。这期间无人轰掠，无任何损害，也无警察受伤。Moving forward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we expect more of the same. We want the military, we want troops from out of state, out of Washington, D.C. 弗洛伊德事件造成的暴力示威，包括大到北京附近，互伫国民兵甲联邦警察保护维安。另外，司法部长巴尔讲，安全部队伫北京对面的公园清场，互总统川普行到教堂的做法是适当决定。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川普初时暗时伫推特互前任律师投得一张批，讲初暗时伫北京的对面打法业公园的示威者是恐怖分子。敢若针对前国防部长马提斯初三批评川普是无令领导者的谴责来做回应。由弗洛伊德死亡，维吉尼亚州多年来一直有代表种族主义、压迫甲受训的真侪做联邦将领雕像应该拆除的声音，将有进展。维吉尼亚州州长诺萨姆初时宣布，要拆除位在里奇蒙市纪念碑大道邦联代表人物李将军的雕像。As a 39-year-old black man, the grandson of a housekeeper maid, and the son of a janitor, I couldn't be more proud of the decision we have made. 全美抗争不断，不过疫情威胁依然存在。明尼苏达州政府要求每一位北上街路抗议的示威者有义务进行新冠病毒的检查。根据美国疾管中心 CDC 预测，6月底之前，全美死亡人数恐惊增加到超过12.7万人。
记者自鸿报道。中国豆牛磷粉的案件也搁在逼。顶月日，湖南省才有婴仔食豆牛磷粉了后，头壳碗变大。大江州市甲江西省嘛，表有囡仔因为豆牛磷粉，规个人有各样。我的结果是我宝宝发育是因为喝这个奶粉造成的，因为我宝宝太小，别的什么东西又不怎么吃，然后除了奶粉没有别的原因了。7个月，总共30罐。画面内底这个小姐讲，伊才1岁查囝雄雄开始发育。这个住伫中国江西省的妈妈，伊讲绝对是囡仔啉的牛磷粉有问题。因查囝啉这个牛磷粉已经7个多月，今年4月份替查囝洗身躯的时阵，雄雄发现胸坎有定定的所在，去病院检查了后，医生诊断可能开始发育。因为我不希望别的宝宝也出现这个情况，因为一个宝宝都是一个家庭的核心的。所以吧，你拿那个鉴定，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对美国是会来人。医生指出，幼儿性早泄有真侪种原因，袂当完全确定是牛磷粉所造成的。不过最近中国黑心牛磷粉的代志一直传出来，会当疗伤的到家长是安怎会这么紧张？顶个月湖南省才逼出业者甲固体饮料被安眠当做牛磷粉来卖，第四有啉的囡仔头壳骨破出来，筋膜发育较慢，而且佫会一直来拍伊的头，引起风波。拍头，每天拍好几个回合。即马调查结果出来啊，政府指出囡仔体检的状况无符合人讲的大头尪仔的软骨折，干那对卖业者来罚金，佫负责cấp度的官员免职。而且佫毋拿这两餐，最近广州嘛有2种固体饮料来做牛磷粉，而且佫是医生推荐来买，引起拄到同款状况的6个受害囡仔家长串联来控诉。目前广州相关病院发表声明，表示讲会成立专案调查组，对涉案的科学甲医生来进行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看倒转来咱台湾，保险公司拍算伫花莲起市鸡仔场，引起地方民众的抗议。那保险企业就宣布，也袂甲乡亲达成共识进程，起市鸡仔场即站台会暂时冻点。不过花莲的民众有关唔接受，要求县府随贴保险公司的牌。中个月底，有100多个居民去花莲县议会抗议，反对北方企业伫咧当地要起市鸡场。经过连续的抗议，北方企业伫咧6月初5对外宣布，伫咧还未得到花莲乡亲的共识进程，市鸡场相关的作业即马开始会随冻点。不过花莲乡亲是无咧信伊这套。我们不相信的，对啊，主要他宣布停止花莲的开发案。他们整个撤出花莲，我们就相信了。今天这个答案不是我们要的，我们也不要你暂停，你要就是撤资，没有第二句话。北方市鸡场争议不断，是因为北方原本计划伫咧花莲寿丰、凤林、甲光复等等的所在，设置6个拍种鸡甲2鸡场。不过当地居民烦恼讲，因经伫咧水头，甲较会发生水崩山的所在，阁有工业化市鸡等等的问题，加上北方进程伫咧彰化，捌逼出乌白岛垃圾土的事件。因为安尼，居民伫5月初9成立自救会，发动抗议，目前已经有1万多人联署。如果业者不能够取得共识，花莲县县政府就予以撤照。那今天针对捕风公司来提出他们公司的立场，那么县府表示尊重。咱若北方企业是发声明强调讲，花莲所有的牧场拢依法申请办理，场地嘛拢无伫咧特定的水土保持的范围，嘛无水崩山危险的区域。因若居民烦恼的工业化饲鸡，较合适的讲法应该是自动化饲鸡，毋是用笼仔饲的方式。北方无希望引起更较侪误解，所以甲所有花莲市鸡场的计划成冻点。到底经济开发甲环境保护两边要安怎兼顾，就看北方安怎得到花莲乡亲的信任。因若县府嘛强调讲，会听人民的声音，而且一切是依法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永过农民利用车路拍土豆接受人检举，不过今年因为受大水害影响，土豆若唔赶紧拍打，土豆仁也出价，恐惊影响绩效。但云林后尾公所就头摆申请乐观，助农民安心拍土豆。云林即嘛是土豆收成的时期，不过受到前一阵仔大雨的影响，即嘛才收成的土豆，都爱伫真宽的所在赶紧拍日头，才会当维持好的品质，卖着好的绩效。不过永年农民若是找无所在，都会直接伫车路拍土豆，嘛常常互检举。经过日拍的绩效会较土豆会较芳，你若用风干呢，这个土豆的芳度，就失去伊的迄个土豆的味啦。过去倒在门口常常洗鞋拍。拍久拍一工，雨来咱就足废气的，连咪收连咪砍安尼，足废气。来遮日头猛，
日光晒会到，加超提高超2工至3工的时间。好尾公所表示，为着要互种土豆的农民有较宽的空间来晒土豆，公所为镇内14个里内底拣出适合晒土豆的地点。因先甲警方申请1个月使用路权，希望伫这段土豆收成的时期，会当协助农民来晒土豆，而且提供交通水甲警示的电话，提醒路人的民众爱细致。会请到咱地区的巡守队甲派出所来甲因协助顾这个土豆吼。咱总共有14里30位，拢总有12公里的长的所在吼，是互农民申请，会当来做这个晒土豆的工作安尼，确保着咱农民吼，这个农作物的这个安全。好尾公所表示，今年1期的土豆受到大雨的影响，平均收成敢若有6成。农民采收了后，真需要所在来晒土豆。好尾公所才会头一届替农民申请路权，互因会当来晒土豆。若有需求的农民，拢会当去好尾公所农经课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今年中华秀水乡一个名叫林信钦的农民，摕到柑仔蜜的品柑的头名，咱做伙来参观伊的果子园，了解伊的苦心。大批农友加入去塔马豆园，向今年伫咧中华县第5届小果塔马豆品鉴得到冠军的林信钦，请教伊个这片塔马豆园的撇步。因为去年我就怕它不够甜，或者是长太少，然后不漂亮，就肥料水一直给，结果反而番茄变得不甜，又长得很少，然后品质也很差。今年不给它的话，反而比去年都好很多。林信钦经过真济摆的测试，才互塔马豆的甜度会使升到11度，而且拢无验出有农药残留，逐粒食起来口感好，也互人食会着安心。中华上有经济价值的农作物，主本是稻啊、花、葡萄，也有芭乐。不过这几年，因为有真侪少年人回来故乡研究塔马豆的栽培技术，即阵伫咧中华包括秀水、宜林、社头，也有田中10外的城镇，计共有300多公顷的种植面积。专家来到家，佮甲咱的这个果农来做这个相关的一个上课。那透过这5年来咱的秀水农会安尼举办，每一年会使讲咱所产生出来这个番茄的品质一年比一年还要好透过1年1摆的冠军塔马豆果子园的观摩会，互农友会使伫咧遮交流，互相研究塔马豆的栽培技术，也做伙开创各种行销的平台，互大家辛苦种的塔马豆会使进入更较大的市场，增加收入。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幽冥山国家公园正做世界第1个都会宁静公园，希望民众接起大自然行踏，逃放生活的压力。大自然的风配合鸟仔的叫，还有湖边风扇过树林的嚓嚓声，来阳明山梦幻湖生态园区，就好像就是来大自然的音乐厅。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风吹树啊，还有那个青蛙，还有一些不同的鸟在这边。鸟，不同的鸟，看到它们的是蜥蜴啦、蝴蝶，那还有看到2只很像小鸡，是不是小鸡我不太清楚，但是也有看到松鼠。阳明山国家公园是离台北市上近的后花园，有真丰富的大自然生态。譬如讲，园区内底鸟类超有138种，占全台湾鸟类的1/5。野类有150种，两栖类有52种，食物阁有正千种。为着要鼓励民众甲大自然连接，最近推扫城景保育理念，阳明山国家公园今年嘛正式变做全世界第1个受证的都会宁静公园。那梦幻湖地区是我们一个自然生态保护区，那大家那边有台湾水韭的这个生长的自然栖地，那边的鸟类非常丰富，还有蛙鸣、鸟叫声，还有风声、水声，我看都可以在那边好好的去倾听这个大自然。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后疫情时期，欢迎民众来户外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减少人为的噪音污染，会当让身躯甲心灵拢放轻松。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仔日透西南风中南部甲外岛地区无定会落雨，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天气报。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
中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4度；东部这边上加26度，上悬3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吴欣，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看到我就知影，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介绍小满了后刷落来的这块蒙井。蒙井汉字写作蒙井，罗马字写作母王蒙，子应井。蒙第5条，井第2条。蒙井差不多拢伫新历的6月初5到6月初7迄卡斗。蒙井这2字就是稻啊结穗的意思。这个时阵天气要开始炎热，黄霜啊雨话袂声，要种植农作物较无好。蒙井的时，西瓜乃至山影这热人的果子嘛开始上市啊。这个果子拢是鲜的，我最爱食的，尤其做成串冰嘛真赞。伫炎热的天气，通互咱体凉。除了果子，讨海人这阵海东嘛真有。伫嘉南、平湖、台南外海有小港啊。高雄外海有小床，苏澳甲小琉球的外海有北乌。有介意食海鲜的朋友，行，咱做伙来去台南食小港仔米粉。甲蒙井有牵卡的俗语有：4月蒙井雨，5月无大土，6月火烧煲。意思就是讲，蒙井迄天若落雨，就会落到5月，所以5月就无大土。到6月时，若是好天，就会热甲像火咧烧，足热。还有一句俗语是“蒙井野，讨无食”。这句话意思就是讲，蒙井了后，百花的花期拢过去啊。即阵的尾叶已经无花粉通采，无通食啊！你会枵死！柳、蒙井、结穗、小港仔、小床、北乌、4月蒙井雨，5月无大土。6月火烧煲，蒙井野，讨无食。趁即马这块行到蒙井，西瓜山影当着时，我要紧来去加食寡。安尼，今仔日咱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2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